各位聽眾，歡迎嚟到暗夜檔案室。提起香港嘅西貢，相信唔少人第一時間都會聯想到海鮮、行山、度假。西貢嘅景色，但你又知唔知道喺西貢嘅深山入邊，有好多建於幾十年前早已荒廢嘅老村落同廢屋？而且咁多年嚟，關於西貢嘅結界同山路嘅奇談傳聞，從來都冇停止過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暗夜檔案，係發生喺幾年前，一位香港嘅男士叫阿傑，同朋友去西貢夜行嘅真實經歷。喺一個秋天嘅星期日，阿傑同兩位平時鍾意影相嘅朋友，打算去西貢某條比較偏僻嘅山路影星。當日佢哋大約11點左右出發，沿住山路一直向山入邊行。山入邊完全冇路燈，都只係靠佢哋手上一支微弱嘅電筒照明。行咗大約個幾鐘，大約11點半左右，山上面突然起咗一陣濃霧。嗰陣霧嚟得特別快，短短幾分鐘之內，四周嘅能見度只有唔到2米。就喺濃霧入邊，阿傑佢哋好快已經迷失方向。電話嘅 GPS 信號已經開始斷斷續續咁，甚至有顯示出錯誤嘅位置。就喺佢哋心急想揾返落山嗰個路口嘅時候，電筒嘅光線突然照到路邊出現咗一棟被樹林包圍嘅，睇起嚟早已廢棄多年嘅2層高舊式石屋。石屋嘅牆上邊全部都係嗰啲爛藤，窗門早已破爛不堪。阿傑嘅朋友提議，山上面有咁大霧，又而家又落雨，不如我哋入去呢間屋度避一避，等啲霧散咗，我哋再落山啦。當時大家都好攰，於是就跨過嗰啲雜草，就入咗去嗰間廢屋嘅大廳。大廳入邊瀰漫住咗一股霉味同潮濕嘅泥土嘅味。就喺佢哋坐喺地上休息嘅時候，阿傑無意中透過廢屋嘅破爛玻璃窗，睇到出邊漆黑嘅樹林深處，突然見到一啲微弱嘅綠色熒光。嗰種熒光唔似係電筒，亦都唔似係螢火蟲。佢喺樹林入邊極度緩慢咁左右飄動，就好似有人喺前面拎住個細燈籠喺度等佢哋一樣。阿傑其中一位朋友睇到嗰點光，就好似失去意識咁，眼神呆滯咁企咗起身，仲喃喃自語喺度講：喂，嗰邊有人啊，有人帶路啊，我哋跟住去行啦。阿傑當時覺得極度唔妥，即刻拉住佢朋友：嗰邊冇人啊，千祈唔好跟過去啊！但係嗰個朋友完全聽唔入耳，就一直對住嗰個廢屋嘅後門樹林行過去。當時阿傑同另一位朋友只好硬住頭皮咁追咗上去。佢哋跟住嗰點綠光喺樹林入邊一條石梯上邊一直向下行，但係行到大約20分鐘，阿傑突然發現咗一個得人驚嘅現象。
嗰條石梯路，佢頭先已經經過咗3次啦，係3次啊！路邊嗰棵奇形怪狀嘅枯樹，同埋地下上面嗰塊爛嘅告示牌，佢哋一直喺同一個範圍兜咗3次啊！就喺呢個時候，嗰點一直引路嘅綠色熒光突然停咗喺幾米處嘅空地上面。佢哋藉住電筒嘅微弱光，阿傑睇到嗰一點光嘅底下根本冇人，其實只係得一個墳墓。而嗰點綠光正正就停咗喺個墓碑上面，就好似一隻綠色嘅眼喺度望住佢哋咁樣。阿傑當時嚇到魂飛魄散，佢用力一拍，打咗佢朋友背脊上面一下，佢朋友先至好似如夢初醒咁醒返。3個人當時都唔理咁多，腳全部都係泥，就憑住直覺向相反方向一路係咁跑，係咁跑，甚至連跌咗嘅相機都唔夠膽執啦。都唔知跑咗幾耐，身後邊一直好傳嚟有人喺樹林入邊係咁跟住佢哋狂跑嗰啲沙沙聲，直到前面出現咗一道好刺眼嘅車頭燈光，佢哋終於衝出咗山路啦，嚟到西貢嘅公路邊，好幸運咁樣搭上咗一架通宵嘅綠色小巴。司機望到佢哋3個人周身都污糟邋遢，只係嘆聲講咗一句：咁夜嚟西貢行山路，見到啲熒光梗係唔好跟啦，你哋算好彩㗎啦，可以走返出嚟。事後阿傑上網查資料，先發現嗰一帶嘅山入邊曾經有個行山人士失蹤嘅記錄，至今仲有人未揾得返㗎。各位聽眾，下次你去西貢行夜山，如果森林入邊見到有熒光，千祈唔好跟住行啊，更加唔好望返轉頭。今日嘅暗夜檔案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哋鍾意呢個故事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一集暗夜檔案再見。